今日同大家講下點樣改善保安員嘅質素嘅5個方法。第一，提高入職嘅門檻，但係咧就唔可以太過嚴格啦。例如佢將入職嘅學歷咧可以提供到中學程度啦，年紀咧就喺18至65歲期間啦，唔可以太大年紀或者其他問題咧。第二，提供更多嘅專業培訓，考取有關嘅證書，例如好似危機處理啊、急救啊、子彈保安啊，同埋啲相關嘅程序啊，大家呢啲課程都可以不斷去進修，增加自己專業呢個知識。第三咧就改善工作時間同埋晉升機會，俾人有機會留低長遠發展。咁避免咧就太多人流失，呢適當嘅晉升咧或者人工咧就可以吸引啲新青年朋友入職。咁第四咧，證書咧要設入一個有效期，例如咧佢新考嘅入職嘅同事咧，需要喺半年時間內入職做保安呢行。如果唔係咧，嗰啲保安證咧就應該取消嘅資格。第五，對於啲做事懶散或者唔負責任嘅夥計咧，要一個比較警戒佢哋。如果做得唔好咧，應該撤銷牌照。同時咧喺一個某一段時間咧，佢唔可以再入職做保安呢行，可以咧就避免啲夥計做嘢唔負責任或者太懶散瞓覺諸如此類，咁樣將啲不良嘅分子咧剷除，咁樣先可以提升整個行業質素。否則咧，你點樣做法咧都係冇用。所以一定要從呢個角度去諗呢樣嘢咧。咁大家仲有咩意見咧？可以分享留言。